跟住落嚟呢，我要讀呢本書嘅第一章第二個部分。幼年嘅余弟兄。余弟兄喺1943年出生，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抗戰時候出世。主藉住戰亂，將余弟兄從貴州、貴陽帶嚟香港。余弟兄嘅媽媽話俾佢知，逃難嘅時候經歷咗一啲危險。嗰時余弟兄年紀好細，好寶貴。主將小小嘅余弟兄帶到香港，感謝主，余弟兄能夠喺香港聽到福音。從中國內地逃難到香港後，佢哋到咗大埔道。爸爸離世嘅時候，余弟兄年紀仲係好細。余弟兄對佢一個較為深刻嘅印象就係佢使用過嘅軍用望遠鏡。余弟兄記得同妹妹一齊玩嗰個望遠鏡，但其實唔知道睇到乜嘢。爸爸去世之後，家中就只有余弟兄同媽媽、妹妹三個人，係個小家庭，但係好寶貴。余弟兄喺主心中係咁珍貴嘅，佢對余弟兄有個人嘅愛。余弟兄鼓勵大家唔好輕看自己，如果冇主，你咩都冇，但係有咗主，你嘅生命可以好榮耀，成為多人嘅祝福。唔好輕看主喺你身上嘅心意，以及佢喺你心靈中嘅作為。佢係榮耀嘅救主，可以改變你好大。按人睇，我哋好微小，但係主能夠使用卑微嘅人，正如佢喺地上嘅時候，用小孩嘅5餅2魚，使多人吃飽。今日主亦都使用余弟兄呢條魚 fish。編者按余弟兄嘅昵稱係叫做 fish， 即係魚。你將自己俾主，佢能夠用你祝福多人。主知道你住喺邊度，佢唔單止認識你，亦都喺你身上有好榮耀嘅心意。余弟兄盼望你嘅心俾主吸引，投入佢嘅心意。你無法想象自己可以榮耀到乜嘢地步。唔少聖經人物都曾經覺得自己好微小，但係神揀選佢哋。例如大衛，佢係家中最細嘅兒子，仲要去牧養，但神特嘅揀選佢。呢本書有一啲嘅圖片，其中一張圖片就係余弟兄同佢小學嘅同學。呢啲小朋友就係余弟兄喺香港拔萃小學嘅同學，嗰一間係英文學校。余弟兄年幼嘅時候，民族主義好強，覺得英國人唔應該佔領我哋中國人嘅地方，所以余弟兄唔想學英語。但係媽媽逼余弟兄到嗰間小學讀書，仲要降級2年。余弟兄本嚟已經小學畢業，但係為咗入讀嗰間學校，又要從小5讀起。余弟兄為乜嘢提到呢件事呢？主嘅安排真係好。由於余弟兄英文底子好，幫助咗余弟兄日後嘅追求。歷代好多真理嘅書籍都係英文書，而神要使用余弟兄恢復真理，所以余弟兄需要清楚了解歷代基督徒嘅情況，仲有教會歷史中俾神使用嘅人，了解佢哋嘅長處，同埋分辨出當中嘅錯誤。余弟兄唔係好有興趣讀學校嘅課本，余弟兄中意睇課外書。嗰間學校當時貴族色彩較為濃厚，但係余弟兄嘅家境相當貧窮，所以余弟兄同同學之間嘅相處好有隔膜。喺學校踢足球，余弟兄冇足球鞋。相片中坐喺余弟兄前面嘅嗰位同學，家境亦都同佢差唔多，
所以佢哋踢足球嘅時候都係赤腳上陣。每次余弟兄喺學校赤腳跑步都被取笑，衣着方面更加唔使講啦。余弟兄嘅同學後嚟有啲係做醫生或者做其他專業工作，但余弟兄遇見佢哋或者想到佢哋嘅時候，余弟兄嘅心充滿感恩。余弟兄非常珍貴，主喺呢個時代揀選咗佢，以及要余弟兄做嘅事。頭先呢就係讀咗第一章第2部分，關乎到呢余弟兄幼年嘅時候佢係點嘅。跟住我哋會睇下第一章嘅第3個部分，關乎到余弟兄嘅得救啦。